情緒教室，容許自己失落。各位小朋友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好唔開心嘅時候呢？例如係明明好畀心機溫書，但最後都係唔合格呢？又或者難得放假想去公園玩，點知未出門口就已經落大雨呢？當現實同我哋嘅預期有落差，心入面難免會產生失望、失落、無力等等。以前我遇到呢啲事情，就會陷入一個思考嘅漩渦，覺得唉，今次做得唔好，就代表我個人好蠢啦，即係搞唔掂。又或者係天氣差，就覺得自己真係好唔好彩，係世界上最唔好彩嘅人。後來我明白，遇到一啲唔如意嘅事情，然後覺得失落，其實只係代表我哋好重視呢一件事。當我哋覺得失望，係唔需要夾硬逼我哋假裝冇事嘅喎。我哋可以容許自己唔開心，同自己講：我而家真係有啲唔開心啊，我想休息一下。等心情平靜返少少，再將個焦點由冇辦法改變嘅結果轉移去究竟我可以點樣做呢？例如係今次考試考得唔好，但係我學到啲咩呢？下次我可以點樣調整呢？如果係因為天氣而影響行程，又可以諗下次係咪可以諗下陽光好嘅時候去邊，落雨嘅時候又去邊，等自己有唔同嘅計劃去迎接未來嘅週末呢？只要我哋又從以前嘅經驗入邊學到嘢，然後允許自己嘅心情慢慢消化，我哋嘅聽日就會比琴日更加進步，更加叻㗎喇。想聽更多故事，歡迎你繼續打嚟關心一線27778899，接通後撳2字，或者 YouTube 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